后来这个进前2个月、5、6月啊，本地是这个花店的大月，但是因为3级的警戒，婚丧喜庆全部来停止，毕业典礼嘛来停办，生意是大受影响，业绩落60%以上。有部分的业者先甲实体店面关起来，啊，有的是开店开半工，要来度小月。 头家无用伫整理铁架啊，甲花篮，伫3级的警戒下，好歹代志拢停办，毕业典礼嘛取消，花店拢无生意。需求量都是减少，所以我们现在业绩也大概掉了6、7成左右。我们现在的方式就是把实体店面给就是先处理掉，然后我们就是采取就是线上预约的部分。 生意歹，花卖不出去，加上大部分的花店拢是免用统一发票，要申请补助有困难。民意代表呼吁政府应该替因设想，包括所有的早餐店也好，还有餐厅的员工也好，各行各业还是很多没有得到纾困，希望市政府赶快严拟没有被纾困到的店家或是员工。 头家娘讲，开店较无1年，拄着疫情，真无奈只好先将这个店面甲关起来，转做网络。某店面是改营业半工，降低人事的成本，只能等疫情过去了才去拍算。